Żyją sam, jestem Jan Przyjechałem z Gdańska, Sedaj żywim u Slowenii, u Ljubljan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叶章华，我是居住在斯洛文尼亚的华人。今天我录制这个视频，主要是为了居住在斯洛文尼亚的华人勇敢的去说斯洛文尼亚语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吧，zacznijmy。首先呢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感觉视频开头的那一段自我介绍难吗？你是不是想回答啊？那抖音我太难了。其实呢，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啊，你可以选用其他的单词，那样就不用担心抖音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把中间这句 Przyjechałem z Gdańska 换成其他的句子。来，我们听一下好不好？Żyję sam, jestem Jan z Gdańska, sedaj żywim u Slowenii, u Ljubljani。是不是简单了许多？当然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那你要说 sam Gdańsk。好了，现在到你了，加油努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